2021年有一出纪录片记录嘉义牛斗山农民种莲藕的艰苦，嘛介绍因外销国外的历史。为着要甲好光景找倒转来，有几名的少年辈登到牛斗山，招农民成立合作社，希望传统的莲藕产业会当转型继续发展。做伙伫舞台顶来翕相，即群少年的莲藕农，初二早时做伙来参加牛斗山莲藕果菜生产合作社的成立。因讲合作社成立，替传统莲藕产业带来改变。咱爱都认真帮因做一寡通路，看要安怎来卖，互因较有认真去种，咱来认真来从这个所在发展做。当然嘛，希望我政府有查到阮这合作社斗相共、斗杀。即摆是网络时代嘛，对啊，算会讲有更多的宣传方式来，把咱这个产品推广出去啊。嘉义县民雄乡的牛斗山，为过去到今拢是台湾种莲藕的主要产地。煞因为人口外流，甲种植辛苦，互原本规整拢咧种的莲藕，剩无20外户搁咧种。嘛因为纪录片大后一手的奉送，互外劳的产业开始来改变。我们拍的时候是40公顷哦，然后《老鹰之手》上映之后，一直延续那个效应到现在，听说已经扩张到70公顷。莲藕算有一段时间，就是会没落去。是尾啊，算去想这个物件，去做这个物件出来，了，种伊遮的人就拢有对落。合作社表示，进前的莲藕拢是用手落去挖，卖的方式嘛是家己找厂商来卖。合作社成立的目标，除了要改变过去收成的方式，嘛要替莲藕来申请生产履历，希望互牛斗山这个所在会当透过种莲藕，搁一摆来发展地方的产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